各位主内亲爱兄姐，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感谢上帝保守祝福，互咱拢平安经过一个农历年的假期。会记得伫要开始假期之前，因为拄着这个桃园的病院的这个疫情的问题，互咱不只也紧张，总是有愿感谢上帝，互咱会当真平安经过这个过程，也恳求上帝伫新的一档内面加倍来祝福咱。互咱身心灵拢得到勇敢，搁较会当来应跟上帝，也利益的正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互阮通伫主日的早起时，搁上到主日来敬拜你，来亲近你。阮即时要做伙通过领受你的话，来搁较侪认捌你，也得较侪得到快乐来行阮头前的道路。主恳求你，即时甲阮上到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阮通明白你所要对阮讲的，要快乐将你的话伫阮的生命内底行出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照咱教会所安排读经的进度。过年前，咱已经读完传道书。传道书内面有一段是咱非常熟的经文，伫第3章。第3章的第1节安尼讲天下万事拢有定期，拢有上帝特定的时间。接续的第2到第8节真特别，作者伊总共用14项的对比，这有时，迄有时来做对照。比如讲第2节安尼讲，生有时，死有时，灾情有时，满足有时。通过安尼，要互读的人通去做一个思考，咱人生真实的状况就是安尼。伫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毋知咱有注意到无？有出现着上山甲落山这两件代志。这两件代志嘛是相对照的，所以我今日就用上山有时，落山有时这个题目。咱做伙来分享这段经文。耶稣伊带着门徒上山，也伫门徒的面前来改变形象的这段记事。我们做伙来思考，要安怎互咱伫教会内底的信仰生活，会通和咱的日常生活是做伙合一，是同款的。咱看福音书的记载，咱就知影。耶稣伊接受加洗礼约翰的洗礼了后，伊就开始伫这个世上伊的服侍。伊伫这个世上服侍时间其实只有3冬外，无真长。当伊受定十字架、死、埋葬、搁活上天了后，传扬天国福音，建立教会这个责任，就要由伊的门徒、由伊的学生接续来完成。所以耶稣伊不断把握时间和这学生来陪伴因、教导因，互因通明白上帝的真理。上师嘛，甲因讲耶稣真实的身份甲真正的使命是甚物，互因会当伫耶稣上天离开了后，因当有气力来承接这真重要的使命。今日咱所看这件代志，耶稣和学生做伙到山顶，耶稣改变形象的这件代志。通讲是耶稣大声，互伊学生看到伊家己荣耀的身份，互因会当有得到能力面对将来要拄到的挑战甲试炼。咱接续落看圣经的记载，过无偌久，耶稣伊就要进入耶路撒冷，伊就要受钉伫十字架顶。当时门徒一定会真惊吓，一定会真失落。总是当因回想到因伫山顶和耶稣做伙经历的这件代志的时，因就会明白，原来耶稣的死、耶稣的牺牲，拢伫上帝计划内面，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我想通过安尼，这真失落的学生，要搁一届得到坚固，会当有气力继续行头前的道路。但是咱咧看这段经文的时，咱可能会注意到一件代志。这件代志，耶稣并毋是带伊所有的学生做伙来参与。这件代志只有其中的3个学生，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和耶稣做伙同行。为什么是因3个？为什么毋是其他的人？因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咱要通过这3个学生做伙来了解。其实咱对福音书有识，咱会知影福音书内底其实有几件代志。
耶稣拢是简单带这三个学生，互因三个做伙参与那点。比如讲，伊伫该路的查某囝，互伊对死人中搁活的时，只有这三个学生在场。耶稣最后伫克西马尼园伫祈祷的时，犹原是只有带这三个学生。所以咱通讲，这三个学生是所有12个学生内底含耶稣特别亲近、关系特别密切的三位。所以因通讲是12个使徒这学生群学生这群学生内底上界核心的三个因逐个人有无共款的特质，但是因接续也伫初代教会历史内面扮演无共款的角色。所以咱大心要做伙来看这三位使徒因有啥物款的特质，特别咱要注意因是安怎会当和耶稣保持特别亲近的关系，会当见到对上帝来遐荣耀。咱要做伙来看，但先咱要来看彼得使徒彼得我想咱对彼得应该不只熟悉因为圣经内底对伊的记载也真济。彼得伊的个性真坦白、真直接也减少有一点冲动但是换另外一个方面，较好的方面来看，伊真有行动力，伊也真愿意为主来牺牲。彼得伊的本来的名叫做西门。伊是一个讨喜的人这个彼得这个名是耶稣后来帮伊号的名。咱若看圣经的记载，咱就知彼得是由伊的小弟叫做安德烈带伊来跟对耶稣的。彼得伊嘛是伫12个使徒内底，等于是带头的等于咱若有一个班级要上课进前，迄个阿化起立敬礼的迄个班长啦彼得差不多是这个角色伊嘛是12个使徒内底年纪上介大的而且伊应该比耶稣大不止济年纪上应该比耶稣大真济所以有当时伊咧对耶稣讲话嘛真直接比如讲耶稣甲这学生讲我入耶路撒冷要拄着的代志是会受害、受害、会死伫十字架顶。彼得完全无法度接受，讲阮的老师哪会使拄着这个代志？所以当耶稣安尼甲因讲的是，彼得安怎？那圣经写讲，彼得劝耶稣讲：你毋通去安尼讲，你绝对袂拄着这个代志。伫原文内底迄句劝，迄句苦劝咱中文翻做苦劝是较温和原文的意思是骂的意思。彼得用的语气是骂骂耶稣讲：你毋通去安尼讲你莫去黑白讲伊是用这个口气所以彼得伊的个性就是安尼真直接真坦白真直率彼得伊伫足侪场合内底，伊拢会抢要讲话，伊拢是第一个讲话咱今日去看的经文嘛是共款，三个人拢看到这个景象，总是第一个讲话的是彼得这就是彼得的个性真直接另外咱对彼得上界大一个印象就是伊嘛捌信心软正，伊捌3摆无认主总是当主耶稣搁活了后有几啊摆含伊相拄搁一届来坚固伊，来接纳伊。咱直接要小可讲一下咱对彼得上界大印象是3届无认主咱拢会讲彼得哪会遮尔软正诚做耶稣的大弟子，应该爱做信心才对。咱拢会小可责备伊啦但是咱爱想看觅，彼得3摆无认主，无毋对，这是事实。但是至少彼得迄个时阵是对伫耶稣身躯边伊要看关心耶稣到底拄着什么代志，看到我所听的老师到底最后会安怎其他的学生呢？当时其他的学生走去对，其实早就走去避起来。所以彼得虽然是3摆无认主，但是其实已经是算是较勇敢的伊至少人搁伫耶稣身躯边所以这嘛，互咱会当小可了解，彼得是一个足直接的人有当时对家己的人物无足深啦伊甲耶稣讲你若死，我嘛要对你死。但是真正挑战来的时，伊搁揪起来无信心彼得伫耶稣搁活了后，伊得到真大的能力、信心，甲伊三个地地，互伊真有能力，特别伫讲道顶面真有气力。圣经记载讲，彼得一届讲道，就互3000人来信主，非常有能力，所以嘛，真做初代教会内底真重要的条件
甚至天主教的认定彼得是第一位的教宗因为耶稣捌讲我要甲教会建立伫即块石盘顶悬，迄磐石啦石盘彼得的名的意思就是石盘所以天主教因就认为彼得就是教会的根基，就是第一个的教宗当然，咱新教的教会则较无安尼来看彼得传统上也认为彼得是伫尼禄这个皇帝在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时来受害来最后来顺道。伫伊要顺道的时，伊家己提出一个要求，伊讲伊要倒钉啦倒钉十字架咱知钉十字架是足艰苦的一个刑罚，正钉就已经足艰苦，倒头钉应该是愈艰苦伊为啥物要家己要求爱倒钉？伊感觉伊家己不配和上帝、和耶稣同款，安尼来钉十字架。所以咱看到彼得虽然有信心软弱的时，总是当伊互上帝去一解找倒来坚固了后，伊其实足愿意、足有心，用行动来军队耶稣，最后嘛愿意为耶稣牺牲一切，牺牲伊的性命。第二位咱要来看的是使徒雅各。伊是12个使徒内底第一位顺道的这个使徒伊和咱等下要讲迄个约翰和这个使徒约翰，因是兄弟，因两个人的性地拢无真好势，所以耶稣互因一个名叫半年期就是雷子、雷公仔的意思，脾气作歹，性地无真好。耶稣过活了后，雅各也成做一个大有气力的人。真有气力来为上帝、为耶稣来做见证。伊最后嘛，互当时的执政者叫做希律王来杀死，所以是12个使徒内底第一个顺道的。因为伊的顺道的时间真早，所以圣经内底关系使徒雅各的记载相对来讲就加真少较无关系伊的记载。有人会问讲，新约内底敢是有一卷雅各书？恁知影无？雅各书敢是即个雅各写的？敢是？雅各书的作者是雅各无毋对但是圣经内底叫做雅各的作者个咱来分清楚到底对一个因为即个使徒雅各伊真早就顺道所以伊毋是写迄个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书是伫较晚期才完成的一本册。写雅各书的迄个作者通常认为啦通常大部分学者认为是耶稣的小弟嘛叫做雅各是耶稣的小弟这互咱会当小可知影虽然雅各伊真早就顺道，关系伊的代志较少记录但是无表示讲伊对教会影响就真少因为有一句话安尼讲顺道者的会是教会的经济。意思讲顺道的人、顺道者伊的精神会影响当时的教会，会鼓励当时的教会勇敢起来面对因所拄着的挑战。所以我想雅各伊的顺道、伊的见证，一定嘛对当时初代教会有真大一个影响，重要的影响。第三，咱要做伙来看约翰，就是拄则咱所讲雅各应该是伊的小弟雅各这约翰使徒约翰，互人称作是主所听的门徒。伊真特别的所在是，伊活了真久，伊活到第1世纪的末期的所在有人推算，凡世差不多接近100岁。伫迄个时代要活到100岁，应该是真无简单所以这约翰使徒约翰，伊是12个使徒内底唯一毋是顺道来死的伊会当活到最后。这约翰伊嘛真做初代教会真重要的调酒之一有三个人互人称作是调酒，伊是其中之一除了迄个彼得这个使徒约翰，佮另外是耶稣的小弟雅各，这三个人互人称作是初代教会的调酒，伊是其中之一传统上也认为新约内底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拢是即个使徒约翰所写的。当然有一撮学者有无共款的看法，但是大部分拢认为是安尼。伫较晚年的时，伊互人流放到拔摩即个海岛，
伊伫遐受着启示，将启示录写起来。所以对安尼来看，这约翰是新约圣经内面真重要的一个作者。几若本册拢是和伊有关系，嘛拢是真重要的册哈。所以这是使徒约翰咱通对伊的认捌。咱若做一个总结来讲，这三个使徒因的出身其实拢真平凡，因拢是掠鱼的人。掠鱼的人伫当时的社会内底是较低贱，无受重视，无啥物社会地位哈。所以因无真好的地位名声，无真悬的学识。总是伊嘛拢有家己的软弱，家己的缺点，但是因为什么会当真做和耶稣真亲近的学生？因为什么会当见到伫山顶见到上帝的荣耀？一个真重要观点一个真重要的点，就是因拢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愿意用行动来回应耶稣对因的呼召。回应了后，伊嘛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跟对耶稣。我想这是真无简单哈。愿意的心是咱会当和耶稣三角同行，互咱会当见证上帝荣耀一个基本的条件。咱若无愿意的心，上帝其实袂甲咱勉强。上帝愿意的，上帝爱的是咱用自愿发自咱内心愿意迄款的决定，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对于这三个使徒的身躯顶，咱会当做伙来学习。当耶稣呼召咱的时，当耶稣对咱讲话时，咱就勇敢用咱的行动来回应。接下咱就要做伙来看耶稣和这三位学生因伫山顶的经验，因经历的荣耀，也得到对上帝来的能力。犹太人因传统上有一款的看法，就是讲山顶，特别是迄个真悬的山，是离上帝较近的所在，是人通甲上帝相亲近的一个所在哈。所以咱若看旧约内面真侪代志拢是发生伫山顶，比如讲亚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这发生伫山顶。上帝通过摩西将律法总结了解，颁布予以色列百姓，这嘛发生伫山顶。顶顶做些代志，其实拢发生伫山顶。旧约时代的献祭，因会伫草坛咱讲山头段就是甲这段起做一个小山轮的形。因感觉伫即个山顶悬会和上帝较亲近，这是犹太人因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咱若看新约内底，耶稣伊嘛常在伫伊的服侍过程内底，去到山顶祈祷，来追求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代志会发生伫山顶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咱今日所看这件代志，耶稣伫山顶改变形象。一定互这三个门徒、三个学生印象非常的深，因为当这代志的时，因有看到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和耶稣来谈论，伊要伫耶路撒冷用死来完成伊的使命。这代志，这通讲互三个门徒更较深来认捌耶稣真实的身份和真正的使命。为什么讲通过安尼会当帮助因更较侪认捌因为咱若看规本的圣经，也是头前福音书的记载，咱会发现耶稣其实几若摆利用机会甲学生讲：我到耶路撒冷去是要牺牲，我到耶路撒冷是要行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咱发现学生其实完全无法度了解。伫因的想象内底，阮的老师入耶路撒冷就是要得到荣光，要做王。伊哪会拢讲伊要死，要互杀死？学生完全无法度了解，但是通过咱今日看这段经文这件代志，摩西、以利亚出现，我想要帮助学生，伫因后壁后解的时，因通回想倒来，原来耶稣所拄着的一切，拢是伫上帝计划内面。但是咱就要做伙来看摩西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摩西其实就是旧约律法的代表。因为咱知影以色列因的律法是通过摩西，上帝通过摩西来予因的，所以摩西就代表律法。律法的作用就是要予人知影什么是罪，什么是上帝所无欢喜，予人知影犯罪了后就必须要付上代价。但是伫这件代志顶面，人有两个真重要的困境。第一，人无能力靠家己完全来遵守律法，人无法度，人做袂到。第二，人犯罪了后，人嘛无能力救家己，无能力互家己会当脱出这个罪恶的捆绑，这是人的困境。所以耶稣伊来到世间，
最后要伫十字架顶为咱来死，为着所有的罪人付上性命的代价，或者受罪捆绑的人会当对真内面来得到自由。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真重要的目的。所以伫摩西出现这件代志来讲，咱通讲耶稣所要完成的代志，是互整个的律法，人会当对律法的束缚内底得到逃放，人会当对人的困境内底得到自由。这是摩西出现所代表的意义。第二是以利亚，以利亚伊是旧约先知的代表。咱若看旧约的先知书内面有几啊摆在预言上帝所有备的弥赛亚得要来，伊要带来上帝救恩，带来上帝拯救。咱若继续看后壁福音书的记载，咱就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了后，伊就要行十字架道路，伊所拄着所要完成的代志，就拄是先知书所预言，这预言的实现。所以摩西、以利亚的出现，通讲表明整个旧约的传统，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先知，拢在认定耶稣伊真实的身份，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囝，要为罪人带来拯救，带来救赎。耶稣和学生当时去到山顶来亲近上帝，见到上帝的荣耀。因所爬的山到底是对一粒？真侪人在问这个问题咱必须讲真正是爬做一粒，咱已经唔知影唔知对一条山。但是有几种讲法一种讲法就讲是黑门山、黑门山黑门山是伫巴勒斯坦地区的北边一个真悬的山，2700公尺不止啊悬对于以色列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山因为看人的是顶悬有雪，热人的是迄雪扬起，水就会流入约旦河，这样做因真重要的水源但是迄门山真悬，2700公尺要起哩，检测毋是遐尔简单所以有人讲可能无遐尔悬可能是伫加利利地区的一粒山，叫做米伦山，米伦然后伊有1200公尺悬嘛袂讲足低啦但是无迄门山遐尔悬毋管是对一条山，咱无法度确定，但是咱通确定的是伫山顶，因来亲近上帝。因来看见上帝国的荣耀，但是我呢要问咱，今日基督徒咱伫什么所在来亲近上帝？好，咱伫教会内底来做伙敬拜上帝。咱今日无过去山顶啦去山顶，咱今日爱去阳明山做伙拜。咱无，咱今日伫教会，咱基督徒今日伫教会，通过诗歌敬拜，通过听上帝的话来亲近上帝。伫教会内面，咱通更较侪认捌耶稣伊的身份，上时嘛更较侪明白上帝互咱的使命是甚物。通过教会的生活，通过教会的礼拜，要互咱重新得到气力，互咱通面对逐款的挑战。毋知咱伫礼拜内面，你的感受是甚物？是感觉讲这个一个礼拜日到无来袂使，例行公事，还是你伫礼拜内面会当真实感受到上帝甲咱三个同在，看见上帝能力、上帝荣耀甲咱三个伫地。我想这是咱咧参与礼拜时，咱会当做的一个反省，毋通甲礼拜当做一个形式，当做一个不得不爱做的代志，那安尼非常的可惜。接下来咱要来看因下落山的行动，就是牺牲奉献带来改变的这个行动。伫山顶，因经历着这个真奇妙、充满荣耀的代志了后，咱就有讲彼得做爱第一个跳出来讲话伊就跳出来讲：耶稣，你若愿意，我就伫遮搭3座饼马太福音敢若记安尼啦咱若等于看路加福音，伊才特别写一句讲彼得嘛，家己嘛毋知伊讲即句话什么意思伊足突然看到迄个情景了，伊就凊彩讲一句话，伊家己嘛无了解什么意思啦毋过咱若对上下文、顶下文的脉络来看，彼得伊应该是感觉讲哇，这款的经验实在是真好、真美妙，所以伊愿望会当留伫这个山顶，搁较侪时间来享受这款荣耀甲美好的时间。毋过咱知影耶稣敢有答应伊？
因无从此在山上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无哈。耶稣无答应彼得做这样代志，因并无留伫山顶。耶稣要做的毋是这，留伫山顶对彼得来讲是一个真美好的经验，但是这毋是耶稣爱门徒所做的代志。这是咱会当做一个思考的。耶稣的行动是甚物？咱第一题要来看哈，当彼得讲这句话了后，发生一件真奇妙的代志，就是有一个云，一片云来甲因打挖，对云内底有声出来，哈，就是上帝的声甲因讲：这是我所听的囝，我伊爱因，恁着爱听伊，听趁伊。咱人总是有一款的想法，想要搁较济来把握，做较济来经验这个美好的代志。但是当彼得有这款的想法的时，上帝声对伊发出，互伊一个提醒。我想这个提醒嘛是在提醒今日的咱每一位，信仰的核心，信仰的上界重要的中心，是得爱明白耶稣的心意，照主耶稣的心意去行，听趁主耶稣的话，毋是照家己的感觉，照家己想要爱的代志去敲吹。留伫山顶真好，无毋对。但是这毋是耶稣爱因做的代志，耶稣的心意毋是安尼。耶稣的行动是甚物？耶稣的行动是带因三个学生做伙落山去，也继续做因应该做的代志，行入人群内底。接续耶稣带因落山了后，就继续来传道、教导伊伫的工作，也通过这个行动，真做最有需要的人的帮赞。耶稣还佫特别甲因交代，毋通将这件代志讲出去。我还未佫活进前，你毋通将这个代志讲出去，以免引起无必要的麻烦。所以最后耶稣伊带着伊的门徒进入耶路撒冷，行就十字架道路，完成上帝予伊这真重要的使命。所以我通过耶稣带伊的学生做伙落山这个行动，我想咱会当做伙来反省。听道理了后，看见上帝应光了后，迄个行动其实也非常的重要。雅各书第1章22节安尼讲：总是恁毋通欺骗家己，掠做只要听道就够。电道柄恁着爱行道，听道就是听，用耳孔听上帝的道理，认捌是真理；行道就是将你所听、你所认捌的，伫你的生活内底行出来。对一个较简单。听加真简单，我到第2章甲伊讲，听吼，佫会当坐咧听，听是坐咧吼，讲的嘛爱起来吼，行佫较无可能坐咧吼，要行道无可能坐咧行道吼，行道着爱愿意行出去，愿意看见别人的欠缺需要，愿意有行动。听道较简单，要行道无简单，但是耶稣的心意是甚物？耶稣的心意毋是爱咱干那听那定。耶稣的心意是爱咱愿意行出去。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咱会常在来思考一个问题：咱的信仰是简单礼拜日才有的代志，还是咱的信仰会当落实到咱每一日的生活内底，咱的每一日的生活拢有关系。这是咱爱来思考的。咱的信仰，假使若是简单留伫教会内底，干那伫教会这个范围内底，咱才讲信仰。那呢，这款的信仰是无法度发挥影响咱。耶稣甲咱讲，咱着做光做盐。咱的信仰，若干那伫教会内底是无法度做光做盐的。耶稣互3个学生伫山顶看见伊的荣耀，但是伊却无互因一直留伫山顶，留伫这个荣耀内底。耶稣带因落山，带因行入人群，带因行往耶路撒冷。最后行往十字架。耶稣今日若伫咱中间，伊嘛一定真望咱会晓领受伊的话了后，行出教会，用咱的行动为这世界带来祝福，带来改变。伫早期西方的天主教会，因真流行修道的主义。
真侪虔诚的人，因就诚做修士伫这修道院内面过一个和一般的世俗隔离的这个修道的生活，这是当时真流行的情形。但是宗教改革了后的教会认为，咱的信仰应该爱对这个社会有正面的影响力才对。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内底有一句安尼讲，讲咱的信仰是定根伫本地。就讲咱的信仰和咱的土地、和咱的社会是有关系，毋是完全隔离的。所以宗教改革了后的教会，咱就无搁主张即种离开世俗、离开世间的即款的修道的模式。当然，安尼讲毋是讲咱否定安静灵修甲上帝亲近的重要性，但安尼讲是咧强调两项拢真重要。有亲近上帝、听上帝道理、认捌上帝道理，这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咱嘛毋通袂记得爱用行动将咱所认捌的道理伫咱的生活内底行出来，发挥正面的影响力。安尼，咱的信仰才是我的信仰，才是有影响力的信仰。所以，愿咱会向得上山，就是来到教会内底亲近上帝。总是咱嘛爱会记得落山，行出教会。将咱的信仰落实伫咱的生活内底，行入人群，带出咱的影响甲改变，互咱会当伫教会内底、教会外口，拢真做上帝所欢喜、真做上帝所祝福的人，也会当为主来做光做盐，因光上帝也利益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常在用你的话，真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主做这时阵，阮听较济行真少，准备恳求你赦免阮阮伫听了后、明白了后，有即款的行动力，将阮所知、将阮所听的，会当带出教会，诚做更较济人的祝福甲帮助。主做这时阵，阮无够遐智慧，无够遐勇气，准备恳求你来帮助阮。愿你生命伫阮的生活内底，当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通过阮，会当为足侪人带来祝福甲帮助。将阮每一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伫新的一冬内面来引带带领祝福伫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